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今日是主的生日，真欢喜。伫新的一年，今仔日也是第一主日，咱看见大家备办心来伫遮，咱用欢喜的心来伫遮敬拜咱上帝。这是咱会当咱边仔人甲讲，主要大大来祝福你。 像是伫今仔日，咱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会当伫遮来经历上帝更较大的恩典。这是咱来安静咱的心，咱要用娱乐感谢的心，用祈祷来成做咱今仔日的开始。伫新的一年，咱要去更加靠无上帝的话语。 求上帝来带领咱头前的道路。这个时阵，咱用这条诗歌来成做咱的祈祷。主讲，我要用祈祷来到伊的脚前。 我用祈祷来到你脚前，我要追求你，我要念你花桥所在，因呀我追求你。 前，我要追求你，我要念你花桥所在，因呀我追求你。主，我是软弱的人家，你可是。 我的力量，因你亲切的手引带我，这就是我的底线。每一摆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祈祷做耶稣，我手。 袂通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的千山，道路的铺平，互你鼓励动力。每一摆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祈祷做耶稣，我手。 袂通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的千山，道路的铺平，互你高贵能力。准备将咱祈祷话语来放伫咱的心内，求上帝帮助咱有祈祷的灵。 祈祷的话语，这是咱为着咱教会伫今年的目标甲意向来祈祷。求上帝抛开咱的眼界，明白上帝对咱每一个人所领受的，咱为着咱教会小组团契团队来祈祷。求上帝，互咱真侪一个团队服侍的教会。 真侪人以爱侍奉的教会，咱为着这事来向上帝来恳求。哈利路亚，主啊，你是真正听阮，主啊，求你是来拍开阮心中的目睭。主啊，我们看重你所看重的，主啊，我们关心主你所关心的，主啊，我们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
主啊，我们搁一遍明白上帝你的旨意甲交通。主啊，我们要有合一的意向，我们尽力尽心参与伫服侍，让人参与伫小组团队来服侍。我每一个项的事项，拢是主你所看重的。主啊，我们照你所赏赐的恩惠，互阮互相来结合，阮来让彼此来造就，互上帝国度临到伫阮富强教会。这是咱来为着咱富强教会无量的祝福，来向上帝来恳求。第一，咱要有一个勇壮健康的身体；第二，咱的每一个人的事业拢得到主的兴旺甲祝福；第三，咱的心灵要拄到大大的喜乐，互咱伫咱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拢是主所建立伫天的顶面，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灵命信息来勇壮。咱为着咱富强人无量的祝福，咱为着这样的事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阮富强人要得到你眷顾，大大的无量的祝福。主啊，求你来祝福保守阮兄弟姊妹，互每一个人拢有勇壮的身体。主啊，阮要好好来爱惜你上帝，你赐福好阮的健康。主啊，求你来祝福阮。主啊，求你来赐福智慧，互阮伫阮的工作顶面会当有能力来胜任。主啊，求你互阮的事业形成突破困境。主啊，你的恩典教养阮用。主啊，我要加主啊，你的话是阮头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每一日拢有主你的同在，互阮的心心灵拢有主你的喜乐来充满。主啊，你听伫阮的内面。主啊，无论伫阮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我要用疼来包容、和谐、良善、分对阮一世人。主啊，我要为你做好美好的见证。主啊，我要紧紧来跟对你。主啊，阮要爱亲近你。主啊，互阮会当成做一个你重用的器皿，来荣耀上帝你。我用祈祷来到你脚前，我要追求你，我要踮你我行所在，你让我追求你。我用祈祷来到你脚前，我要追求你，我要踮你我行所在，你让我追求你。每一摆我祈祷时，每一摆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祈祷做的事，我的手袂当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的天山，道路的无平，无力高贵能力。每一摆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祈祷做的事，我的手袂当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的天山，道路的无平，无力高贵能力。这时阵，咱为着咱今日的聚会，来向上帝来恳求，求上帝带领咱兄弟姊妹，伫今早起的路程，拢得到主你的带领甲引带。咱为着咱今日牧师，今日所要传讲的信息，求上帝的圣神来充满伊。咱来求上帝帮助咱兄弟咱所有的服侍人员、服侍者，拢会当有主的赏赐恩典教育互因用。这是咱为着这个事，为着咱今日的聚会，来向上帝来恳求。
向我白白尊拜上帝，求你圣神同在引带，高我伫阮牧师的顶面，牧师今仔所同讲的信息是充满恩典甲祝福。主啊，我们搁一遍来恳求你圣神拍开阮兄弟姊妹的心。主啊，求你拄起阮所有的烦恼，所有的骄傲。主啊，我们伫遮专心来敬拜上帝你。我们一边用谦卑的心来领受对主你下来的声音，互阮兄弟姊妹会当透过牧师所分享的上帝的话语，互阮伫每一天重新得到开展。主啊，求你来充满阮，充满阮。主啊，阮的信心求你大大来充满阮。主啊，求你帮助阮圣神充满伫阮兄弟姊妹的心上。主啊，求你帮助阮伫今仔日会当用主你大大的恩典伫今仔日的敬拜当中，我会当靠无上帝的话。主啊，愿阮所献上的每一个祈祷，恳求主你来接纳，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咱邀请兄弟姊妹对咱的座位起立，咱做伙来唱每一摆我祈祷，我摇动主的手。每一摆我祈祷，我摇动你的手，祈祷做耶稣，我的手袂通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的千山，道路的无偏，我的高贵的你。每一摆我祈祷，我摇动你的手，祈祷做耶稣，我的手袂通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的千山，道路的无偏，我的高贵的你。每一摆我祈祷的时，每一摆我祈祷，我摇动你的手，祈祷做耶稣，我的手袂通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的千山，道路的无偏，我的高贵的你，我的高贵的你，我的高贵的你。哈利路亚！今仔是一个娱乐日子，阿门。咱伫万中要来娱乐咱的上帝。我伫咧梦中要学乐你，我伫万民会感谢你，你的信息甲万世代，你的主爱伴过主天，你的信息甲万世代，你的主爱伴过主天。我伫联邦中要学乐你，在梦中要学乐你，我伫万民会感谢你。主啊，你信息甲万世代，信息甲万世代，你的主爱伴过主天，你的信息甲万世代，你的主爱伴过主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信息甲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伴过主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信息甲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伴过主天。我伫咧
梦中要学了你，我伫万民会感谢你，你的信实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伴过诸天，你的信实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伴过诸天。我伫个梦中要学了你，我伫万民会感谢你，你的信实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伴过诸天，你的信实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伴过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信实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伴过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信实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伴过诸天，你的慈爱伴过诸天，你的慈爱伴过诸天。这地宝座顶圣洁有光。我向你拜阿罗，我在现在地靠永远，就你是全能上帝。这地宝座顶圣洁有光，我向你拜阿罗。全能上帝，这地宝座顶圣洁有光，我向你敬拜阿罗，主我们阿罗你到永远，阿罗尊贵荣耀冠冕，荣归你的到永远。宝座顶圣洁有光，我向你敬拜阿罗，我在现在地到永远，就你是全能上帝。这地宝座顶圣洁有光。我向你敬拜阿罗，阿罗尊贵荣耀冠冕，荣归你的到永远。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主啊，你是感恩我阿罗甲尊重的。万王的王，万主的主，
我们高鼓你生命的高原王，我们高鼓你生命的高原王，我们高鼓你生命的高原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将荣耀归到咱天的上帝。这是咱做的吟圣诗，圣诗18首，歌心阿乐上帝。我心阿乐上帝，主怜悯我的病，天地万物三界一下，阿乐一大尊名，就无长远水川，强将大海关山，天命以大宽人命更，以爱公义交争，我心阿乐上帝。世间正人的病，空中飞鸟因是出声，阿乐你大尊名，一枝草木一吹，盼为归尽的水。日更就来，凉风吹来，空气大人爱。我心阿乐上帝，天的本地之家，虽然百代将士忠明，公义稳当得胜，胜高临高地酒，那尊的天之佑，天的高位下垂之家，应当归你上帝。哈利路亚！感谢天顶的主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你创造宇宙万物，你创造日头、月亮、地球，互阮会当伫四时的运转，照你所创造的。阮今仔日迎至2024年新的一年的主日，伫这个开春的年日。阮用欢喜的心，用渴慕的心，用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我要一遍来确认，宇宙万物是你所创造，阮是你手下的百姓。当阮照你的四时运转，照你的旨意运行的时，上帝你的大恩就要照你丰盛的恩典来赏赐伫每一人的中间。感谢你，阮这个福分来到你面前，将阿乐甲敬拜。奉献伫你面前，也互阮领受你恩典的祝福，你创造的祝福，你满满救恩的祝福。感谢主，愿阮今日礼拜对头到尾，上帝你的荣耀伫阮中间，你的恩典伫阮中间，你圣神的充满也伫阮中间。愿主的圣神引带阮伫敬拜中间，领受到更较多上帝你美好圣经的话语甲教示。我们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行，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
这是咱三角来启用。启文40篇，以赛亚书第6章。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伫伊的周围有设立边天使，徛伫树后。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荣光充满全地。门厅因为呼应的声震动。迄时我讲，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西拉弗天使陪我来我遮。将炭捂我的嘴唇，讲：你的罪过已经除去。我阁听见主的声音讲：我通找啥人？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三角按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俄罗你，感谢你对阮过去一年的引带甲保守，互阮时常经历同在美好。伫阮每一天读经的时阵，你用话语来光照阮；伫每一个祈祷中，阮经历你的恩典甲信实；伫每一摆的敬拜中，阮看见你荣耀同在，伫阮每一个传福音的战场中，你用圣性的开力充满阮。随望伫过去的一冬，阮游玩有风雨，有艰难，总是主有主你甲阮同行，阮就无惊吓，因为你是阮永远的依靠。伫新的一年，阮相信你要做新的事伫阮的中间，领受新的异象、新的快乐。特别阮今日有3位执事：文凯执事、伟文执事、甲英泰执事，要受压力真侪张罗。愿主你恩膏因，互因甲牧者同心合一，领受使命，去做教会。同时，我嘛祝福6位新任的执事。求主你加添因服侍的快乐，成做教会的帮赞。搁过2冬，阮就要迎接富强教会54年。主，阮深深体会你疼富强教会，你将上好的牧者赏赐予阮，成做阮生命的祝福。同时，你也为阮备办侪疼主、尽忠服侍的属灵前辈。成做阮信仰的典范，阮深深信，复兴的时刻就要来到。求你更新阮的心思意念，谦卑军队圣神的引带，透过这2年的准备，阮个人的灵命会当提升，更较卫生传福音服侍主，互富强教会成做一间健康、活泼、强盛的教会。是一间充满主荣耀同在的教会，成做城市甲正教会祝福。主，我们为着后礼拜台湾的选举来祈祷，愿主保守一切平安顺利来进行，通选出合主心意的领导者来带领台湾，互台湾成做自由、和平、繁荣、公义的国家来祝福世界。也愿福音遍传台湾，互台湾成做敬畏你、有福气、有恩典，是你所欢喜的国家。主啊，阮将新的一年，搁一届仰望伫你的手中，求你引带祝福阮。阮来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
是咱领受上帝的话语。第一节圣经记载伫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到第2节。至高的上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上主用油抹我，伊找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车人，伊伫心灵破碎的人，宣布受掠得到讨棒，上乖的出家牢，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甲咱的上帝替伊的子民伸冤的日，安慰所有悲哀的人。第二节的圣经记载伫哥罗西书第3章22节到24节。做奴仆的，着逐项代志着顺服世上的主人，毋是为着要互因欢喜，才伫因面前做安尼做。成为敬畏主诚心做，恁无论做啥物，着真心做，毋是为着人，是为主做。着知主会甲恁报赏，互恁对伊得到产业。恁得服侍的是主基督。这是咱请圣歌队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是归伫耶和华。愿一切荣耀归伫耶和华。伫2024年第一个主日，
牧师要用普林好调成就明灯来分享。兄弟姊妹，大家早平安！感谢主，咱来迎接2024年新的一年，愿上帝恩典甲大家三甲同在。因为新的一年代表新的上帝应允、新的恩典新的祝福。愿主亲自甲咱同在，互咱伫家庭、伫教会、伫咱的国家，拢有对上帝所赏赐迄个美好的明灯。我要招咱甲隔壁，无一定爱握手啊，讲数讲新年恭喜，耶稣听你，好无？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新的一年。主啊，一年的开始是因为上帝你的创造，互地球面对新的时节，所以阮的心也要换新迎志。愿主的应允伫阮中间，将你的快乐也赏赐互阮，亲像万米拢在成长，草木树芽、花草拢大大的旺盛。主啊，也互阮的心共款有旺盛的心智，我靠主来得胜。我们用你的话三甲学习，愿你亲自来引出甲带领。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因为姊妹拄则咱的师会魏鹏长老已经甲咱分享，今仔日是咱新的一年的开始，咱拄好有3位新的长老，6位执事，阁有4位机构的首长要来就任，也阁有咱即个中部大道780位的同工，要伫遮来受册派。这毋是一个年初的一个仪式，是呢，咱确信，当咱仰望天朝主的时阵，咱就要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毋是人的制度的开始，是上帝的恩典甲祝福，定心充满伫咱中间。所以，牧师要用这个主题来甲咱三甲学习，就是所有伫主的圣会三甲参与服侍的同工，伫公义的顶面拢是主的奴仆。主的仆人咱要受呼召，有甚物圣经的话通真侪咱一个学习呢？咱要用这个来成做咱今仔日要就任的同工，包括所有咱参与服侍的兄弟，咱有一个真清楚、美丽、美好的呼召，也咱做伙欢喜靠着圣神的快乐。来成就伊伫咱身上所施落的明灯，这个明灯是荣耀主的明灯，是一个互你搁较进一步来成就上帝祝福的明灯。咱有读2位圣经节，咱小等下会通通过经节搁一遍来做复习。什么是上帝的仆人呢？伊的真义到底是什么？今仔日咱要举行中级首长就任甲中部大道同工的册派。特别我提出，伫咱即个长老的奉立的顶面呢，有一个宣告。这个宣告会当真具体来讲出讲，要做长老，咱教会遐侪长老，有啥物特别呢？内面真宝贵的即个宣调词，也是讲一个宣告词，人提出讲，原来长老的职分、甲牧师的职分，是安怎？对一间教会有偌重要？第一，伊讲。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三甲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意思是这个故事，也是讲这个传统是对旧约时代、摩西时代就来啊。伊讲有长老、有祭司，佮利未人。咱拢知影，利未人是上帝特别伫因12支派中间讲，来，恁这派专心来服侍圣殿就好啊。所以呢，后来分派伫即个迦南地时阵因意思讲毋免专心去建造啦，到即11支派的人奉献互遮个专心要做主的工的人。所以你看，上帝为着要互伊的圣殿，诚做荣耀的圣殿，会当祝福所有百姓的圣殿，所以伊是
竞选一个支派来专心服侍伊啊。啊，所以长老就是这各支派的这头人首领吼。啊，这些就是迄个专职的引带迄个敬拜的这个部分。啊，所以这个人拢做伙的管理圣殿甲会堂。啊，这是咱迄个等于一个组织的基础源头。哦，原来是对遮来。第二，讲伫新约时代嘛设立智慧长老甲侍奉上帝话的牧师，三甲管顾伊的教会。因为到伫新约已经毋是伫即个咱讲的旷野吼，迄个搬线啦、迄个布棚啦、会幕啦，吼，都无，就变成做固定的。特别经过即个以色列百姓亡国嘛。所以漂流到外国的所在、异邦的所在，所以因的整个迄个圣会的观念、圣会的观念，也是讲迄个会堂的观念，就慢慢进入到伫新约的时代，就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所建立的即个圣会，伊的上帝国的福音所建立的教会，就是用智慧长老个侍奉上帝为牧者，两项做伙三甲。来管顾伊的教会，所以就有较简化，嘛是讲伊较清楚就对吼。第三，伊讲长老职务是甚物呢？讲是要甲牧师啦，甲牧师意思讲，牧师的职分重视主的话的宣讲，长老的任务有遮侪项，吼三甲就对啦。意思讲彼此互相三资源，也是讲互相三事工的即个协调分配。就是讲，甲牧师三甲地理教会，访问身躯欠安的，鼓励领心的，教育少年的，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的模样，造就信徒的信仰，做信徒的模范。你若甲这个话吼，莫讲长老甲牧师，你讲这工课较早咱想过拢是牧师的工课啊，事实伊是讲长老甲牧师哦，就是表示小会。是掌管这的事工，所以若要讲起来，长老毋是干那做遐事务性的工课，吼，这倒伊歹去修理，吼，倒伊欠去买，这个拢是真重要。但是呢，有接受的资源，长老就是专注伫灵性的部分，专注伫会友信仰的提升的层面。专注伫服侍的心智的鼓励，包括遐有偏差的，也是讲有拄着困难的，咱去甲伊安慰甲鼓励。所以一个长老，若要讲招运吼，实在是足无简单。毋过咱的教会感谢主，咱对初期教会开始设立教会现金，咱的长老一直拢是这方面的模范，咱看见咱的教会。对小小的报道所，到今仔日要迎至50周年，咱这长老甲执事担任着真要紧的工作。无论是较早咱还无小组的时阵，长老执事因分派工作，到现在咱有小组牧养的工作交代予小组长，咱有迄个侍奉团队各种。较有效的服侍，有各项专业的侍奉团队，所以咱长老会当搁较专心就对啦。意思讲，较早都照分配，你这项先互你做，即嘛毋是长老的部分是甲牧师搁较专注伫整个灵性的培养，整个教会安怎升级，教会安怎会当搁较扩阔，会当搁较见证上帝，会当引带人信主，这个部分吼看袂到，但是搁较重要。感谢主，今仔日呢，咱毋那是新长老就任啦，是因为咱三位啦吼，三位拢是对执事受选头一遍要就任长老。安尼嘛表示甚物呢？咱开始咧进入即个叫做世代传承啊，有世代传承。咱资深的长老，有的是年主教，有的是伊拄好休困，然后有新的长老起来接。因有新的长老执事选做长老。来接，咱就是自然接受到，爱搁找新的人。所以咱教会进入50周年，咱拢在期待，伊毋只干那是一个安尼闹热庆祝欢喜庆祝那点，是因为咱看见迄个教会组织的演变，咱的即个
文图，咱的服侍同工也同时咧进一步新的提升安尼吼。啊，这是较具体咧讲长老要做啥物，但是咧圣经内底咱看见一段经文真宝贵啦吼，就是以赛亚61章1到20，宣告上帝仆人的真义。啊，这段话咱知影讲，路加福音4章18节嘛引用着。啊，就是咱教会啊，这个自然执事啊，伊伫迄个复兴国小遐一间店面哦，甲整理做一个福音的据点呢，吼。啊，伊就号做48，喏48，吼，啊，就是4章18节，就这段话源头是伫遮，吼，源头伫遮。以赛亚书61章，啊，路加通过耶稣个定心甲引用出来。啊，所以表示这段话，毋那是旧约先知领受这个真理哦，是耶稣要来传福音的时阵，伊佫宣告一解。有3项的重要的任务，第一就是讲受呼召甲差派。伊讲上主的灵临到我，伊高我竞选我，什么意思呢？这个受竞选毋是人吼，人伫遐投票啦吼，啊人伫遐小推荐啊，听，伊是讲对上帝的灵来临到我，然后伊高我，伊是讲用油抹我，啊竞选我，这是这个呼召受车的一个源头，就讲官兵的来源就对。第二，受召的任务是啥物？这段真宝贵，伊讲送向人传佳音，以伫伤心的人。宣告受掠的得到讨放，啊，受关的来得到自由。啊，这是咱用现代本吼国语的版本啦吼。啊，若是咱这个台语的念会更较顺。伊讲上主用油抹我，伊找我去传好消息，互散赤人。伊伫心灵破碎的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受关的出家了，啊，自早以来，对这段经文吼，通常有两方面的解释啦吼，就是讲，这个话要安怎来解实现呢吼？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咱所讲的迄个属于心灵的角度迄款的宣告，但是佫较侪人解称哦，个这个叫做社会福音啦，社会福音就是讲。啊，我对上帝领受到的任务，啊，我看到这个社会实际人甲人讲，咱的民族、咱的百姓有拄到这款的艰难，啊，所以两种的，一种是我就是送向人，我就是遐个伤心艰苦啊劳苦的人，遐个受掠啊受屈辱的，还是讲遐个受关监的，即实质上我要互这个社会更较美好。或者社会充满着咱所讲的啊，用今仔话来讲啊，有民主，啊有自由，有平安，安居乐业。啊，咱台湾这个岛屿，大家人你我大家拢非常的好，吼，这是迄个社会福音因对上帝领受迄个实际上重视啊，所以咱看见历代以来真多的基督徒投入伫社会运动。咱讲一个较具体。英国有真多当时的这个国会议员，因投入伫讨放乌奴，就是迄个黑奴吼，毋是美国的管理呢，佫较早是伫英国哦。真多黑奴，互人对殖民地非洲甲掠来做苦劳啊！迄种的艰苦吼，毋是只干讲像现在咱外劳来遐做工课尔，迄是变做亲像动物安尼在甲苦待。但迄阵的基督徒有迄议员讲，安尼咱感觉所做的无下圣经的教示，啊，所以就伫遐主张爱讨放遮个黑奴。哇，迄压力是偌大，因为遐个事业家、遐个生理人、遐个咧开工厂的人，感觉讲遮个乌奴真好用啊吼。啊，互伊食有通食就好，剩的拢是我咧用啊。啊，后来嘛，这个任务嘛，团队这个美国去。啊，所以咱知影讲。林肯真做美国历史
感觉讲是上伟大的一个总统哦吼。啊，伊上大的贡献就是伊甲美国的乌奴来讨伐，伊落来讨伐。啊，所以遮拢是具体伊咧做即个安尼社会福音啦。啊，另外一种的解释是讲是。遮固然是基督徒，有人真侪从事社会从事祖先，从事政治运动。但是呢，丧乡人有时是你心灵的丧乡啊，看如忧愁啊、烦恼啊、困袂去啊，遮个人嘛是丧乡啊，心灵丧乡的人传福音，伊伫伤心的人，有真侪人有心内的迄个愁苦啦，感觉心内足侪重担，心内有真侪。迄款咱讲叫做苦毒，咱要安怎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互伊来得到讨放，互伊心得到医治。所以受掠、受关，拢是一种心灵上的理解。所以不管是社会福音，无论是即心灵方面的讨放，拢是耶稣基督承受着以赛亚先知所讲这其宝贵的话语，互咱通有一个准情。伫咱的社会，伫咱的属灵的工人面做真重要的任务。伊讲上主的官兵是啥物？宣告上主拯救伊的子民的恩年，去安慰悲伤的人。意思，这个是上帝对天顶所应允的。所以当你是一个基督徒，上帝的仆人，咱才会忠执，才会上帝工人是咱有迄个官兵，也是讲有这个对上帝来属灵的亏力，因为这是。圣神高我嘛，伊差遣我嘛，所以我要宣告上帝拯救百姓的恩年，去安慰悲伤的人。这诚做耶稣伊要出来传福音的时阵，佮宣告一遍的话语。咱佮看见这个第二段经文《哥罗西书》，伊原来是咧写着有关当时保罗的时代呢，有关还有人咧做奴仆啊、奴隶啦，吼。这个奴仆奴隶呢，因呢安怎勉励因伫迄款无自由的环境中间安怎顺服主？这是这段经文的这个主要的意思。嘛引用对咱服侍上帝的一个心意的鼓励啦。用世上，这是世上的准则吼。伊讲奴仆爱事事听叹主人，毋是做互主人看，是出自真心诚意，因为恁敬畏主。像即个话，互咱用伫今仔日的即个人讲职场的伦理吼，事实就是咧甲咱讲，咱既然受呼召，也是讲你受安排伫某一个职业、某一个行业，你就是爱认真拍拼、诚实，毋是干那讲即个主人对我好歹，是因为我忠诚尽职。就是讲，我乐在工作迄种心意，然后是为着要互上帝看，毋是干那单纯即个主人对我好也歹。所以中伫职责是咱基督徒咧做私人事业也好，政府的工作也好，我毋是讲要互主人看了安尼我真满意，是因为我对上帝领受到即个职分，所以上帝就要因为安尼，互你搁较大的恩典。咱真侪兄弟伫一般的职场在做工课在服务吼，有真侪这方面的见证。有时感觉讲这个主人吼，也是讲咱这个头家对咱安尼无讲介标准介公平啦吼，也是讲对人的这个要求无啥相共，就亲像咱顶几礼拜咱的同工咧做见证吼，安怎互主人这个头家对我的观念改变？常常是因为透过祈祷甲信仰来转变这个，因为你忠心伫你的职责，毋是因为为着要得到较侪薪水奖金啦。所以基督徒伫这场的侍奉伦理是专心一意，亲像是为主做工为主做工。所以你的迄个宗旨是较超越伫一般人讲我著拍拼，我做工得到薪水安尼，毋是为着人咧工作。这实在是真无简单啦吼！基督徒毋只干那伫社会咧就职，是讲为着主来工作。佫较免讲，倒来伫教会内底，咱为主做，佫较是
主呼召我做，毋是看人。啊，所以真侪兄弟伊领受到即款的积分，因可能暗中咧做，无人知影伊做啥物，但是是为着咧做主的工。咱中间一项上宝贵的工是啥物呢？就是中保大道。中保大道都毋是讲啊，徛伫一个玻璃屋内底讲啊，即个人咧祈祷啊，吼，哦啊，真够服侍，毋是啦。咱讲伫暗室嘛，伫密房嘛，安尼意思是啥物？咱的教会若搁较侪、真侪为主工作的人，毋是为着表面上的通光，也是表面上的一个光鲜亮丽，安尼即间教会就搁较有前途，搁较有新的发展。因为咱毋是干那看人济少，是看见有一群人伫遐专心咧做主的工。但伊讲主的报赏是啥物？爱知影主会甲家己的子民所保存的赏赐互恁，主会甲家己为着子民所保存的赏赐，意思是讲，伊特别为着你欠一分就对啦，吼，世上的迄个奖金也好，啊，世上的迄个奖赏也好，迄拢无重要，是上帝为着你保存的。我看到有个爸爸妈妈吼，啊，疼囝吼，哇，啊，若去参加什么宴会啊，讲啊，即份吼，我要留起来，互阮囝，也是互阮孙，你会感觉真感动，因为吼，啊，感觉讲我即个好食的物吼，干那我食无够，我的孙啊有食有着吼，迄毋只水，啊，所以上帝嘛是安尼，伊疼咱，当疼一阵为着伊来贡献的人，讲为着伊所保存的赏赐，要互恁，因为讲恁侍奉的主基督。换一个较现代话是讲，咱无论伫职场咧工作，伫教会咧工作，你的头家就是耶稣。我为着耶稣做吼，若是照伊的旨意来行吼，无论这个社会目前对待我是啥物，我的赏赐是对上帝所来。这是咱基督徒，咱做主的工人，咱讲上帝罗幕一个真重要的精神就对啦吼。啊，所以兄弟姊妹，咱教会差派侍奉者是超越世上的准则，是担负着这个属灵的任务啦吼，是担负着属灵的任务。啊，为了上帝国的扩展来努力，啊，承受上帝伫每一个侍奉者的应允甲命令吼，应允甲命令。啊，所以兄弟姊妹，这个就是咱对上帝所领受，因为你毋只干那是世俗的工课。是超过世间一切标准，也是讲咱工作的规则，因为你担负着属灵的任务，为着上帝国要来发展。啊，所以咱要就任的长老、执事，要就任的机关首长，你的任务是因为主予你一种超越着世上的任务，啊，属灵的任务。这个属灵的任务真宝贵。我会记得咱捌听见啊，这个福气教会杨思如牧师捌讲一句话吼。伊讲吼，咱基督徒吼，咱拢讲是上帝的车赛，对毋对？吼，是上帝的车赛。啊，毋过伊佫讲一个较特别的譬如啊，讲咱是上帝派来吼，派来伫即个社会中间的一个，安怎讲，像个007安尼啊，吼，啊，就是讲要探查这人的软正甲软弱，啊，我要甲因回转倒转来，为着上帝国来拯救灵魂。啊！伫暗中咧做这个工课，啊，迄就叫做属灵的工课，吼，属灵的工课。兄弟姊妹，啊，咱知影，即礼拜六，吼，1月13，咱就要举行总统甲立委的选举。兄弟姊妹，咱若是照这个圣经的教示的描述，吼，但俗世的领袖。政治的领袖，伫公义来讲，对上帝创造的官兵来讲，这个国家的领袖嘛是上帝的仆人啦，嘛是上帝的奴仆。啊，所以咱伫这个社会是自由的社会，你我大家拢有家己党派的倾向嘛，吼。啊，我支持某一个这个总统候选人，还是我支持倒一个立委，哦，这是社会自由。啊，无人管理会到，吼。要毋过基督徒就是咱有种心意讲，
当这个人要做咱国家的领袖，这个人要做咱这个地区的立委，咱是要求上帝选派下伫伊心意的。意思讲，有时咱脱离一寡咱的好恶啦吼，一寡社会的标准，咱是讲主啊，这个人是毋是上帝你所差派？因为伫原起初，大卫、保罗、扫罗，这要做王的是互撒母耳来甲伊告白的。所以对伫外国的传统，特别是国外有些基督教背景的传统，因嘛一直认为讲，世上俗世政治上的领袖，嘛是属于上帝所掌管。若照这个心意，咱基督徒就较清楚啊。什么人是听小这个导师？什么人是咱会当倚靠一个？什么人所讲的话是真实，毋是用话术，毋是用一安尼无好的方法咧选举的，就是咱讲这个人，因是成就上帝国家义的人。这个就是咱选择的标准。毋是讲我倒一旁的人，我倒一派的人，吼，也是讲哎哟，某物人都安尼有一寡人情啦，吼，某物人都咱某物三节讲四金婆因什物人的孙来拜托啦，安尼。是因为你看见伊是属于上帝的国，求上帝国家义的，用社会标准就是讲，伊无贪污，伊无为着家己也是家族的势力伫遐咧。咧赚钱，咧竞争，伊听百姓欢喜，为着百姓的艰苦来努力，甚至为着国家的平安，伊欢喜付出牺牲。所以，安尼是话，咱看见旧约中撒母耳的高抹大卫的，是上帝叫伊去找领袖，敢毋是？所以伫基督教的信仰，咱知影讲，今仔日13号迄天，到底什么人要做总统？那卡数，伊是咱心中感觉讲，伊就是即款的人，就亲像撒母耳咧找大卫共款。这就是咱基督徒一个上重要的核心的这个精神。咱看见撒母耳高丽大卫这个图会咱看见，因是跪伫上帝面前啊。小等下咱要来奉立头一摆做长老的同工。因嘛是爱跪落伫主的面前呢，因为因是委身伫上帝，委身伫上帝的呼召。咱阁看见中世纪当时的迄个宗教，也是讲教皇的势力是大甲比国家较大，所以迄个时阵呢，遐个皇帝呢，若要就任因的王，比如讲像伫迄个日耳曼帝国，也是讲。当时的西班牙啦、法国啦，这王要就任因拢忙赶紧互教皇来甲奉立，来甲高抹，安尼才有迄个合法性就对啦。那要用今仔日的权力的分配来讲这个教皇掌握着所有的民意所以这个教皇若认同，就表示百姓有认同，因为因拢听教皇的话啦。所以较早咱讲，较就是新权的统治的时代，王拢爱受。这个教皇也是迄个宗教的领袖的这个安立伊这个为着国王来加冕，你看遐个地占摩这拢是宗教领袖啦。迄个王爱跪伫遐你看这嘛是这是加冕的这个角度。兄弟姊妹，拄则我有讲起着，现在长老教会毋是干那牧师那定，这长老伊担负着要紧的任务，是你这个叫做。一个团队的服侍，第二项要紧的是甚物？叫做民主的制度、共和的制度。咱知影讲天主教时迄教皇势力遐大，就是教皇有教义伊讲即就是即两就是两，大家拢无第二句话。有影顺服是真宝贵啦，但是一个教皇都毋是18般武艺有可能伊判断的毋对所以咱教会长老教会用小会智慧，意思是讲好。主要嘛是牧师在想讲，咱做安那好，安那做较好。但是长老因为伊伫社会的经验，有因真侪无共款的角度来做伙参详。所以咱每一件事，每一个重要事工，拢是小会讲好，安尼咱同意，接纳，无问题，咱大家来做。
啊，你嘛有一个好处，就是讲，迄毋是牧师讲的啦，定咧，吼，咱长老嘛讲同意啊，吼，拢投票同意，啊，袂使讲我毋做啊。较早咱嘛听起一句笑话啦，吼，一个牧师吼，足认真，足拍拼，讲牧师，长老啊，咱来做这毋好，啊，咱来做这项事工好毋好？吼，啊，长老讲，好，我同意，啊，你来做，安尼，啊，你都无成团队服侍啊嘛，吼。是好亲像你是立法委员，啊，我是行政院长，啊，你甲我讲好，啊，你去做，啊，咱这毋是想咱做伙来做啦。我一直记得一个真有意思的譬喻吼，啊，这嘛要勉励咱所有今仔日就任，比如包括所有咱长老、执事、事奉团队、小组长，逐个人做伙来努力往这个目标。这个譬喻咱拢定听过，伊讲一间。即个弱小的教会吼，一间弱小的教会，就是讲，亲像一只牛车，啊，迄牧者吼，像头前迄只牛啦，啊，咧拖迄只车，啊，这个中级吼，讲坐伫牛车顶，啊，举一支，即个皮鞭讲，说讲行，爬行安尼，吼，啊，迄牧者就安尼爬甲安尼，啊，像只牛安尼喘甲流。迄若热天，迄牛拢会流汗，因为都喘到要惨去啊！吼顶悬的拢坐伫遐咧吹凉风安尼啦吼。伊讲即款教会要复兴哦，迄则奇怪。但是呢，一间复兴的教会应该亲像咱5月食肉粽节的时阵吼，迄个培灵船啦，培灵船。咱知培灵船有3项重要的任务，迄只船爱用对毋对？后来头前有一个咧抢旗的迄个吼，拍伫迄个龙船头的，啊后壁面有一个换大的，啊佫一个龙船头对啦，迄咧抢旗的迄个有时伊佫一个佫加一个是咧讲鼓的，嘣嘣嘣嘣安尼，啊村的人拢咧创啥？毋是我讲行哦行哦伊就行，毋是啦，大家拢举一支桨吼，一支迄个桨吼，啊，画节，啊，就大家做伙往后，无人吼画节的时阵，伊往头前咧爬水，安就无效啊。所以你看迄若会培灵船会紧，搁后走拢是迄个后灵足济足整齐，往后滑吼，啊，所有的水拢往后壁来。我会记咱遮有真侪新老病院的同工啊吼，我知影新老病院的员工拢捌参加过培灵船，哇！逐摆若要培灵船时，拢爱去训练哦，训练看迄个桨要安那迄个，而且毋是坐尔咧，有时爱徛半徛吼，啊伫水边啊伫遐挂，啊是安怎咧？就是头前有人讲来1、2安尼，后壁有一支换大的，所以若要上顶是啥物呢？牧者。甲遮长老就是遮在负责发声的，啊，所有兄弟姊妹拢是遐咧培灵船咧划桨的遐个人。啊，所以你想讲一只牛车较后走呢，还是逐个人拢咧出力，会培灵船较紧呢？我真期待咱教会的兄弟姊妹，你了解即个心意，知影讲要一个教会要复兴要进步吼，毋是啥物人较牛啦，毋是非你不可啦，是大家都需要，大家都必要。愿主。恩典赏赐伫咱遮要做牧人的长老、执事、事奉同工，也咱心内咧祈祷讲，13号有一位新的领袖，真侪上帝所命定的，上帝所应允的，伊是谦卑欢喜，要接受主差派，真做即个世俗的国度的首长，带咱台湾进入到一个更较荣耀伊的国度。我有捌一届。吼，还未选举之前，捌听过一个，好像是国家的领袖级的，伫个场合吼，伫个教会场合咧讲话，啊，伊咧讲话当然足客气啦吼，啊，伊就讲出讲啊，我有捌接触过某位牧师吼，啊，伊甲我勉励，讲我嘛真愿望，讲我有一天会当亲像上帝的罗卜共款。伊安尼讲哦，伊毋是基督徒，但是伊都即个政治领袖，伊安尼讲，我愿望我成做一个上帝的萝卜，会当互伊采用，为着台湾来贡献出我的心力。咱真期待讲，
咱所有的政治领袖，虽然伊有诶毋捌上帝吼，有诶信仰甲咱无共款，但是咱也是家己咱诶国度诶想法，遮诶人拢是上帝所选派。无管人用甚物办法选出来，咱嘛讲伊就是合上帝心意诶领袖。兄弟姊妹，咱做一个祈祷，然后开始准备要来做就任式吼。啊，我伫这就任式诶进程来先做一个小小诶说明啦吼。头一个就是讲，咱当小等下咱吟即个就任式诶诗诶时阵，啊，咱三位要受差派，啊，奉立诶长老，咱徛到伫头前吼。啊，牧师来照即个礼式来互因誓约，誓约了后，因为因头一遍要就任，所以呢有一个过典吼。啊，咱请另外两位现任诶牧者到头前，啊，咱要为着因来换手来祝福祈祷。好，啊，即个礼式好，啊了后，咱所有诶现任诶长老出来外面，甲因握手吼。啊，为着要时间较节省啦吼。当因出来，甲咱遮诶长老啊握手，啊，咱遮长老出现，甲伊握手，啊，要翕相诶时阵，要请今仔日要就任诶执事啊，顺啊出来，哈，啊，搁参四位即小组长，啊，搁参首长也拢出来，啊，咱翕一张相，安尼就毋免分几啊摆安尼吼。啊，要安怎互咱的全部的中集做翕相，咱搁来约时间，因为咱无共年代，拢无共款的中集啦吼。啊，了后咱才来煞接到即个中保大岛吼，中保大岛的就任式啊，来差派式，咱大声来祈祷。亲爱的主管的上帝，感谢你，阮欢喜真做你的奴仆，毋是因为阮有啥物才调，也是阮比人较敖，是因为阮知影，阮要忠于耶稣基督的呼召，忠于圣神的膏抹，因为即个是上帝你对天顶来美好的差派甲恩赐。我要为着三位长老啊，6位执事，还佫有4位的首长来就任，愿上帝恩膏伫因的身上，就亲像当时以赛亚伊所宣讲的，讲我就是对上主临到我。主用油抹我，伊差派我去。愿主将即款的恩典赏赐伫遮个同工的中间。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坐咧吟吼，啊，即个长老就任的诗吼，迄歌词真宝贵，像拄则牧师讲遐宣告诗共款，遮个圣诗嘛真重要。所以咱一面唱。一面用这个歌词来为着这个长老的祝福，好无？咱坐咧吟啊，最后吟到第5节进前啊，咱这3位长老才来头前哦。咱三个来吟这条耶稣圣会教制度。耶稣圣会教制度。应当登记来观光，丢了结婚就应当抓住有棍行家龙，天灵断中莫有家。回我和渺小，功德严敬高加喜，仁爱和平处来行。第3节，家己给关系利益，教主改变家家人，转给大世修情会，家为当心上夫妻。第4节，心多难灵心犯罪，几点看求看机会，回来所修经
也着小心迈栽培。咱请长老来进前，留住引传的声音，我应家己高坚心，心中骄傲主有君，先会见高之日心。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咱伫旧年底咱有选出3位新长老，拄啊好3位拢是新，就是讲第一摆要就任长老，所以因3位伫今仔日叫做奉立长老，奉立长老。即阵我通过任务这文字，请兄弟用祈祷虔诚的心来甲这个长老来相甲来誓约。小等的第2部分，因誓约了呢，咱兄弟拢爱起立无？你嘛爱誓约哦，表示讲真看重、真慎重。宣布，这碟小会奉三位一体上帝名组织，要奉立花文凯、立维稳、李英泰做教会长老。伫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三甲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伫新约时代，也设立智慧的长老甲侍奉上帝话的牧师三甲管顾伊的教会。长老的职务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访问身躯欠安的，鼓励灵心的，教育少年的，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做信徒的模样。若受交代，通代表同会、副中会、总会。多无教会的发展，即是要请3位长老来誓约，咱会当看任务来应答我。有5项的即个问答。当恁3位要领受长老的职分，恁有确信这是上帝调命无？感谢主。恁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做恁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无？恁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无？恁欢喜做富强同会长老，是着忠诚尽职来服侍教会，尊奉基督做教会头。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归荣光上帝，你有诚实遵这个意思来行无？感谢主。第5，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无？感谢主。这时我要请所有会友拢起立无？我希望大家大声勇敢来应答，来表明恁对因3位的代祷、守望甲支持。各位富强教会所有的会友兄弟姊妹，恁已经花文凯、立维稳、李英泰来做恁的长老，恁有诚实欢喜接来因无？感谢主。因照法度治理教会，恁着欢喜承受来顺探，恁要安尼行无？恁着敬爱因，体贴因，替因祈祷。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活，爱恁得着救，恁着帮助因，互因较会尽做长老的本分。恁要安尼行无？关系保持教会特殊的顶面，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来释法，唔通四过报扬，致到妨害大局。恁要安尼行无？感谢主，这个时阵，咱大家先请坐，先请坐。我要请现任的牧者到头前，咱要先为着因来做这个换手的祈祷。
这是咱为头一位咱的华文凯长老来做祝福的祈祷。神的主管的上帝，感谢你来竞选华文凯长老，伫今仔日受奉立真侪富强圣会的长老。主啊，我知影伊追求信仰，欢喜受主差遣来服侍你。主啊，愿你圣神伫伊身上，通过助力大能的灌力，互伊服侍主无野线，心智有开力，特别想随智慧、聪明、受祝福，通伫各项的事务顶面，甲牧师、甲正长老三甲有份伫上帝你的工。搁一遍奉你的名来祝福华文凯长老，也互伊有健康的身体，有美好上帝祝福的家庭，也互伊有助力的固守，所做的工拢大大兴旺。我奉你的名来祝福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第二位，咱请列位稳长老。主必的主管的上帝，感谢你，互列位长老出世伫安尼几啊代的基督徒的家庭，受到美好信仰的培养。但伊担任执事真侪任，现在阁受上帝你的呼召甲差遣，要真侪长老来甲小会员、牧者做伙同工来治理教会。上帝求你赏赐伊勇健的身体、属灵健康的心智，特别有上帝的话伫伊身上，真侪伊的帮衬，互伊所做逐项的计划、所做逐项的服侍，拢大大得到亨通。赏赐伊有上帝赏赐美好健康的家庭，也赏赐伊伫事业工作大大有兴起，通见证上帝你美好的恩典。也愿上帝互伊伫教会的所做的工，众兄弟听日姊妹，大家人甲伊三同工，三甲有份，做伙兴起上帝国，传扬主你的福音。搁一面奉你的名来祝福列位稳长老，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第三位，咱请李永泰长老。神的主管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今仔日有三位新的长老就任，阮特别为着李永泰长老来献上感谢，感谢你，互伊有缘是对上帝所拣选出世伫即个信仰的家庭，但伫伊即场的服务也服务真侪遮个社会的人士，互因通伫经过伊的努力，通做真侪的造就。无论是伫 YMCA 还是其他的职场，上帝继续加添开力伫伊身上，但伊担任着教会要紧长老的工作。愿上帝将平安赏赐予伊，开力赏赐予伊，互伊伫无用即个社会的事工的时阵，有愿有你所赏赐的智慧、开力、信心甲能力，特别也担任着小组长的工作。主啊，赏赐伊对天顶来的能力、温顺、智慧，也互伊所做的工拢一尽亨通，赏赐伊美好，互主所祝福的家庭，也互伊逐项出入拢有你的看顾，一切拢平安。特别也为主做见证，互上帝你会讲通过伊来大大来成就。感谢你，奉你的名来祝福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恁三位来徛中，好无？这时我来做宣告。我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富强同会小会官兵来奉立恁做富强教会的同会的长老来协助牧师，煞通知互遮的信徒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但圣神设立恁做长老，是照顾上帝教会羊群来监督伊，唔通出去勉强。是着存欢喜的意思，做羊群的模样，就大牧者显现的时，要得到未败坏、阳光的冕旒。阿门。好，这是咱三位新长老来向后转哈。来，退后一步。
咱请现任的长老甲牧者来握手来接纳。咱请万族长老来摕这个这个车牌书给因哈，来摕车牌书，来摕车牌书给因来。咱这时哈，除了分这个车牌书以外，咱请5位哈，今日有5位执事，还佫4位这个首长，咱来头前迄张相。我想讲哈，咱安尼好无？咱这长老起来台顶哈，互这个同工吼，恁拢起来不要紧，直接起来，才会当起来。咱请5位执事，还佫4位的首长来头前来哈。咱请执事免转去啊，免转去啊，来执事来头前，咱要来誓约哦吼，先事办。来，头前哈，头前，正面向前面啊。好各位兄弟，咱其中有一位执事是刘冠廷执事哈，因为伊今仔日拄有特别的任务出外啦吼，所以咱会请伊伫别个时间，咱才来补就任。宣布，即时小会奉爸囝姓氏的名，自即要设立叶山林、王慧琪、林佩妮、张志奇、郭信恩来做教会的执事。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咱也经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专心侍奉上帝话甲圣礼典。即时请5位执事来应答我所问恁的有4项的问答。当恁要领受执事的责任，恁有确信这是上帝调命啊无？恁愿意做富强教会执事，就爱忠诚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恁要安尼行啊无？第三，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既若关系教会事务，就我靠伊来设法，恁要安尼行无？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啊无？好。即时要请会友起立，有缘像拄则共款吼，长老的就任，恁有缘勇敢大声来应，互因执事感觉继续有信心吼。知影恁支持因，代祷为着因祝福。各位富强教会兄弟姊妹，恁已经竞选叶山林、王慧琪、林佩妮、张志奇、郭信恩来做恁的执事，恁有诚实欢喜接来因啊无？因替恁办理教会事，恁就敬重因、听从因、替因祈祷，恁要安尼行无？关系保持教会的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唔通四过不容，递告妨害教会大局。恁要安尼行无？感谢主，即时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管的上帝，感谢你。头前这5位拢是上帝你所竞选优秀的同工，有的是轮休过来受选，有的是新的执事，但因有上帝你予因的特质，有聪明、有智慧、有听主的心，有受呼召迄款的调命。特别因有的年纪还阁真少年，是教会新的一代上帝你所祝福的领袖。爸上帝，阮奉你的名来祝福因，知影因检查伫社会种种的经验事务，也无
完全来充满，但是有主你的听甲智慧赏赐互因有认真学习的心，有上帝所赏赐因的智慧甲能力，哪做就哪有开力，哪做哪得到上帝的祝福。愿主赏赐因伫所做的工荣耀主你的圣名，也赏赐因的家庭、因的生活、因的工作因所做的事，拢上帝美好的恩典甲赏赐。伫你的面前，感谢你恩待伫因的身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伊愿徛伫我先来做宣告吼。但我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富强同会小会的权柄，设立恁做富强同会执事，煞通知政会有在，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当恁受设立做执事，协助牧师甲长老，就存清气良心来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名来得到荣光。阿门。咱用拍鼓声，请坐，咱请向后转，好无？向后转。咱请现任包括新任的长老，个牧者来甲因握手，顺续来颁发这个任命书，多谢。咱中间有3位是新任的执事啦感谢主。我想讲要承认几分钟听讲今仔日有迄个亲友团要献花款，来，到前面来。长老，搁来头前补献花来，来头前好，来，因咧属所属的小组啦所属的小组，来徛边仔不要紧，无摕到毋是无重要无摕到上帝恩典较大好，感谢主。我先介绍一个啦咱的执事来叶善林执事也一个手。黄慧琪执事，善人执事呢，伊除了伫圣歌队以外，伊也做善人小组的小组长，因伫拜三早起咧聚会，听讲人数愈来愈多毋过因拢无未要分2组3组，因为因咧所在聚会场所真宽啦感谢主，上帝赐福。王慧琪执事，伊本身伫新人咧服务是做咱教会教育方面。事工这个团队的首长，伊嘛伫圣歌队咧服侍过来林佩妮新执事，咱的佩妮伊本身甲伊的家族伫做事业啦所以咱教会讲，咱伊都有这方面的恩赐，咱来派伊来做咱的出纳部分的工课。听了讲要做出纳，听讲无啥会困节安尼请咱替伊祈祷啦这工课无遐严重，所以个钱算清楚就对啊。听讲要请人教伊安怎算钱无要紧，即摆拢用点钞机替你算免烦恼过来是咱的张志奇执事张志奇执事，你今年几岁？27。咱教会足早以前捌有20出头的执事啦，好不容易要50档佫有20岁，未到30的执事，咱甲鼓励一下好无？顶礼拜因妈妈有做见证，讲到伊是讲到伊好的啦，受祝福的，上帝继续保守伊工作拄教老师的工课伫台南上帝是安排伊爱做这个工课就对嘛讲伊真做咱少年这辈的当工的一个安尼带头做伙来兴起上帝的国的福音，感谢主。过来，咱是郭新恩执事也手一个郭新恩执事今仔日伊的妈妈专工对公山来咧，来，咱好双月长老来站起来，鼓励一下
请坐，请坐吼。算讲信恩执事吼是公山栽培起来，互咱用就对啦吼。因为伊伫台南做中医的工作，下晡3点吼，伊的中医诊所也要开业吼，一日2个喜事同时来临吼。咱家己鼓励，对祈祷，上帝祝福满满。好，拄则吼3位长老无介绍，毋是因无重要，因是大家拢足熟啊吼。搁互牧师介绍成画蛇添足就对啦吼。好，拍拍啊，家己鼓励，请回座，请回座。咱吼拄则吼，敢若顾就任，咱无唱即条歌，来，咱来补唱即条接受就任的歌，吼，接受就任的诗歌吼。唱了，咱请4位的即个首长来头前吼。咱来吟第1节吼，甲第3节，1、3节就好啊。咱坐咧吟。第1节甲第3节来做吟。社会应该有秩序，在查事道立规矩，制度设立有引断，为何不会中国？第3节，请来头前哈，来，充满信心和名声。智慧教比歌有听，专心守住真道。来到头前，请来，何盼多不记在你。来，牧师哈，咱先来做。咱有医师园会长刘淑敏队长，搁有即个姚燕婷要做小组长吼。牧师对只人数记了无清楚，是嘞。咱3位要来就任部同款的首长，愿上帝赐恩赐福，请恁来应答我所问恁的。医师园，你要领受乡里团契会长刘淑敏，你要领受圣歌队队长姚燕婷，你要领受基甸牧区基本小组小组长的责任。你有确信这个是上帝调命啊无？感谢主，恁要领受这个职务，恁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要安尼行无？感谢主，咱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阮教会有真好的组织甲制度，无论是长老甲执事，特别阮阁有小组长，阁有各团队的队长，阁有各机构的首长。主啊，这个拢是上帝你所差派。尽忠的工人，当阮为着医师园会长，伊要做乡里团契的会长关心这个长辈，关心因的心灵的需要，以及因的各种的软弱来扶持照顾。愿你赏赐开力伫伊的身上，互伊因的招呼甲引带，侪乡里得到利益甲帮助。阮为着刘小敏队长来祈祷。感谢主，互圣歌队真侪教会礼拜教会组织上重要的一个团队。那因通过诗歌来学到上帝，来敬拜上帝，也互阮逐个人通过这美好的圣乐，得到大大属灵的激励。愿你赏赐伊智慧甲开力，所有的招呼，所有的训练，拢有助你智慧伫伊身上。领导这个圣歌队团队，更较大、更较壮大、更较真侪助力下用的工，感谢主。阮也为着姚燕婷姐妹来祈祷，感谢主。伊伫教学的工课真无用，伫遐咧追求，但伊欢喜接受基甸牧区基本小组的小组长，求你通过伊所领受到这个知识甲财物。特别迄个关怀的心，甲上帝所赏赐伊的听，来领导即个青年的小组，大大得到发展，会当伫信仰、伫服侍、伫各方面传福音，拢有美好的成长甲造就。愿上帝施恩赐福伫因身上，因所做的工，愿上帝大大来兴起来祝福。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我来做宣言。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富强同会小会的官兵，来设立医师园做本会乡里团契会长，刘淑敏做本会圣歌队队长，
姚燕婷做本会基甸牧区基本小组小组长，就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恁的所做，常常关心伫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于上帝。阿门。请您向后转一下，我们把那个聘书、授书来给他，好不好？请满族长老。咱这边迄个首长的就任就无特别搁有握手啦，就表示讲有受车派。来，咱给拍拍一个，鼓励，好，谢谢，好，请回座，请回座，谢谢。感谢主，咱今仔日吼也是节目足丰富啦吼。下面咱也搁有这个中保大道同工的就任式吼。这是咱有缘唱拄则吟的这条诗歌吼，接书这条诗歌，咱会吟第2节甲第4节，吟的中间，咱要请所有咱总部带头伫第一堂礼拜的兄弟，拢到头前来，咱要做车牌甲祝福。咱这时咱做伙坐咧，咱来吟拄则这首诗歌446首，第2节。鲜花见的那空旷，谢丽举树当丢波，小树刚沙地，当下烈日也高。咱看周报第4节，言语请同工出来哈，来头前来，来赶紧哈，分2排。江河在真责任，真专烈干净福音。咱用2排较集中伫中袂使哈，3排嘛不要紧哈。感谢主我有听到咱的带导团队咱的这个慈宝老师讲，咱拢总这期有70几位哦，76位左右吼。有的人吼时间较有登记2遍。所以有80几，就是80几小时的服侍，咱看到真侪才会见证。望咱毋若是为着因来祈祷，互因祈祷有力，上帝应允大实现，也咱搁较侪人写祈祷卡，较侪人参与伫中保大道的事工。这时阵咱无论看咱的这种手中的这个纸条，也是看这个银幕，咱要做伙齐声来念这的车派礼的祈祷词吼，当讲我的时阵，你搁加你的名落去哦吼，来准备，咱准备吼。中保大道祝福车派礼，第一，我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甲车派，忠诚委身伫教会中保大道事工。第二。第3，逐人拢保守秘密，愿上帝甲我伫地，也随听我的祈祷。阿门。这是牧师来做祝福的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阮每一期的中保大道拢有侪祈祷的勇士。来报名，加入伫祈祷室中间守望的祈祷。主啊，因叫做勇士，毋是因比人较有气力，是因相信上帝的气力，所以是相信上帝能力的勇士。伫幕房祈祷的时，求上帝互因，毋若是为着家己，也为着祈祷卡正大道的事工来祈祷。求你赏赐因有属灵的权柄，互因到伫祈祷幕房的内底是充满着圣洁，充满着恩惠，充满着祝福，也互因为着别人的祈祷，家己的灵性也得到提升，特别因家己的欠缺甲需要也得到上帝应允。互阮时时拢有听见这的祈祷得到应允这款的见证。正向日姊妹也同款领受到这款属灵的激励，奉你的名来祝福这所有祈祷的勇士，互因无受阻挡，会当有准时照时间来到伫祈祷室来服侍主，也互因出入有平安，
工作、事业、甲家庭得到上帝满满的恩典甲祝福。感谢你的听甲恩典，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来，我们向后转一下，我们热烈掌声给他们鼓励，好不好？好，感谢主，哈利路亚。好，请回座，请回座哈。各位兄弟姊妹，咱还阁有节目哦吼。咱伫即个车牌了后吼，咱即马爱温度训练，所以咱对1月下旬即个周报是写讲，伫咱的即个1月2日开始，就是2礼拜后，咱要举行温度学校的即个开课。到底伫遐上课有啥物得到帮助呢？咱今仔日吼，也要来请一位同工吼，咱看即个投影片，有无？有投影片？咱礼拜程序的投影片吼。后来咱们来请韩启志小组长，伊来做见证。启志伫倒位？好，来，咱泡泡欢迎伊来做开运钟的见证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日我要甲大家分享我参加咱教会文道训练、文道学校的一寡经验。我伫2014年伫福强教会来受洗礼，真做上帝的囝儿。但是咱开始我共款，甲大家做伙坐伫台仔骹，做伙唱诗歌、做礼拜，认真听牧师的讲道，嘛做伙来参与奉献。每一个礼拜拢共款。我以为做一个基督徒，安尼应该就有够。但是迄当时，蔡牧师伊甲阮讲，咱来认真来参加教会的文道训练课程，甲查经班。但是迄当时我想讲，我工课则无用，我较有可能来参加这个课程。后来伫2021年的年底，我接受恩典小组小组长的职分。我当时真惊吓，惊无法度成做一个上帝伊所介意的小组长。但是上帝伊用箴言16章9节甲我讲，人的心计划伊的路，独独耶和华定着伊的脚步。所以我将一切交托互上帝来带领。我知影我家己有足侪不足的所在，尤其身为一个小组长，若是讲连一寡圣经基本的道理，对基督的信仰的明白拢不足，免讲来带一个小组，连要传福音，互你四周围你的亲人、好朋友。咱拢无法度去介绍我所明白的迄个带来愿望加救赎的主耶稣，所以我就决定要报名去年文道学校第一阶段总共19节课的课程。其实对主日透早9点来上了课，来线接来参加第2堂的礼拜，并袂足忝。但是在伫课程当中，互我对头来学起学习安怎成做一个基督徒，安怎重新认捌。一个搁真搁活的上帝，就伊听咱祈祷的上帝，搁有主耶稣，伊伫十字架顶伊的救赎甲恩典，以及安怎过一个顺服的基督徒应该有的灵修的生活。透过上帝所拣选的讲师，才会属灵的牧者，才会长老前辈来分享因信仰造就的过程甲见证，绝对互你有侪侪的学习甲感动。我伫个，阮有一个讲师，就是伫普拉小组的小组长，昨带新妇的瑞玲姐，因甲阮讲，咱真正爱珍惜，因为咱富强人，咱有遮尔完整的文道训练的课程，这是足侪教会所无法度提供的课程甲资源，会当帮助咱用上紧的速度来认捌一个信仰，来认捌一个带来愿望的上帝。所以我决定今年阁要参加进阶班。就是咱第2阶段的文道的学校，伫3月开始，总共有8节的课程。最后要分享，有一个足有名的芭蕾舞的舞者，伫80岁的时阵，伊有足多人甲伊祝福，甲伊学乐。有人甲伊讲，你自细汉就是一个天才，足好跳舞。但是伊心内无介欢喜。伊讲，其实每一个人拢是天才，只是有的人有只有5分钟的热度，但是我煞继续认真付出80档。所以，伫以弗所书1章17节有讲到，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阳光的爸，上赐恁智慧启示的神，
来亲捌上帝。今年富阳教会第一阶段的课程，咱的门徒学校第一阶段伫要开始咯。伫1月21到6月16，每一个礼拜日透早9点开始，共款是19节课。鼓励大家，不管你是老会友还是新朋友，咱拢来做伙来参加这个课程。咱富阳教会要来迎旨，我在迄年的时阵，咱千万唔通干那只有5分钟的热度，咱来继续来兴旺咱心内迄把属灵的火。求主带领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咱家己心内，咱人民的成长，唔太伤过自信加自满。咱爱有更加刻薄的心来认捌上帝，领受上帝的智慧甲启示，互咱用家己受造就、受装备，成做上帝所喜爱的门徒，将来会当成做一个上帝会当使用传福音的使者。以上简单分享，愿上帝祝福，谢谢。咱真多谢启智小组长，伊是咱保罗牧区应战小组的小组长。咱看见伊虽然已经做小组长，伊嘛是搁重新来学习。主要是讲鼓励咱无论老会友、少年会友咱真正会伫你礼拜日早起把时间奉献到上帝。第一堂的时间来上课，第二堂来做礼拜。咱就让一礼拜就甲2项上要紧的工作拢完成愿主保守咱，欢迎大家来报名，办公室来报名，多谢。这是咱三角来奉献。今仔是咱教会真大喜事特别咱有暗立3位新的长老。咱教会已经足久无暗立新的长老，上尾一届应该是林清长老4当选今日嘛看何勇老师来甲咱中间咱甲伊鼓励一下靠长老无介绍总是长老最重要的人工就是长老娘啦。咱明月姐刚刚来，明月姐，伫遐咱甲伊鼓励蜜珍姐，蜜珍在那边我们奉献开始了。还有方梅，方梅在这边盼望我们长老拢有真好的支持者伫家庭中将这个帮衬，特别嘛恭喜了长老娘啦2个后生拢做长老愿上帝祝福恁。我相信咱老历长老伫天顶嘛真欢喜。咱做伙来读圣经，本月金句诗篇103篇第8节，咱做伙来读。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无快快生气，阁有丰盛的慈爱。8节，咱搁念一解。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无快快生气。阁有丰盛的慈爱，诗篇103篇第8节。请咱起立吟奉献的诗歌。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正给大无比，我一生为你奉献你所想处，报答我主。请坐。主日，咱的主日是在全中心纪念主日，咱的主日是高伯恩牧师，书会是会期执事。所有的这个报告，咱请咱家己来看。为补充是第7点咱2月26号要做和会资料，请咱今日所有的单位将这个一寡报告会当传予咱的干事，咱请牧师来做补充报告。以这个
补充报告进前吼，咱特别拄则有介绍咱的即个新恩执事伊的妈妈何商业长老是工山教会长老。伊进前吼，因教会为着特别要推动即个抄圣经吼，抄圣经的事工，有请咱的长老去甲伊指导，毋知是陈佑长老是无？有去甲指导是无？甲伊指导抄圣经，因吼有成果有完成啦吼，所以今日特别开一个感谢状，搁因所写的迄本圣经吼，甲咱的要共款吼，要来赠送互咱的教会做写，所以咱请万族长老，搁陈佑长老你嘛。指导者来头前，互伊来接受伊的礼物来，咱来头前好无吼？牧师，咱的中节，咱的同工，真感谢贵教会。无当送恁的所捌的来指导阮工商教会，互阮有即个机会来为上帝的遮的话语来用手来抄写200几个人，会通今仔日来完成即本181档的即个历史的工商教会的圣经阮即本会通安尼顺利来完成，就是贵教会。安尼来甲阮指导，甲阮协助，所以阮较会通完成即本圣经。这就是爱感谢咱贵教会的协助多谢咱众大家的帮忙，互阮安尼顺利完成。伫遮我代表阮工商教会来伫遮甲大家咱的牧者，咱的中级正当工会友大家的帮忙，多谢。有翕相杯，翕相杯，翕相杯有啊吼。咱真多谢何小华长老，伊特别今日因教会来到咱遮看伊的后生来就任执事，佫将因写的一本，因为学咱吼，复制几啊本有写的拢有足重啊，有写的拢甲复制起来，一人一本做传家之宝吼。学咱的模式，咱真多谢陈佑长老甲因做指导。听讲，因最近要过来学什么呢？新人关怀，新人关怀，所以咱新人关怀同工吼，爱好拍拼吼，来甲因教迄个撇步就对啦吼。来拍步多谢，谢谢谢谢，好，请回座，谢谢。歹势，咱尽量咧缩短时间，今日节目伤过丰富啊，小可有慢小可，牧师来做报告甲介绍，安尼就来完成吼。咱今仔日有一位新朋友，叫做陈美智神学生，是正经地这种带来，欢迎陈美智姐妹，欢迎你哈。咱小等下佫有一个庆生哦1月第1主日吼，我赶紧甲这个。咱甲迄简单的图卡讲一下就使啊！剩的周报请咱就家己来看啊吼。咱这图卡来，有无有图卡？安尼可能有人制作无藏落款，我昨有搭呢。可能新的啦，袂要紧，安尼牧师补充就好。拄则咱有讲有介绍这个咱文道学校吼。咱佫有抄圣经，拄则咱看和尚的长老送的这本圣上这本圣经，咱教会今年是要推动箴言甲诗篇吼，因为紧就抄了，佫有读经的运动哦吼，370天读规本圣经，请咱大家踊跃来配合。佫另外咱有一本绘本吼，绘本迄本图画故事书，有要做义卖，欢迎咱兄弟若有去找，或者伫遮，这是箴言这本图画书哈，要抄哈。抄经在你内面你看一格一格，顶悬是即个文字，下面是你抄的，所以咱的上年讲超过10本去啊吼，欢迎鼓励来甲咱的办公室登记吼。即个是咱抄诗篇
迄范本吼。伊即个诗篇的模式是咱丰盛出版社所出的吼，伊是字伫迄个架仔内啊，像咱咧描圣经安尼有无？咱描书法安尼，伊字较暗字，你甲乌的甲写起来，安尼就直接写起来安尼。若有趣味的，有时间的欢迎来报名吼。甲咱即个最近咱咧推动即个敬虔的运动啦吼，就是每周参加主日礼拜，佮参加祈祷会，参加小组，参加服侍，佮增加2个运动。第一个运动就是准时，就是安那。提早到，大家来鼓励哦吼，毋是要甲你指责讲，你哪会慢来，毋是啦，鼓励，准时就是提早到，较早来安尼。第二吼，就是爱做摇滚区，吼，今日头前即排的吼，拢摇滚区的勇士甲恁鼓励吼，继续努力。好，来补充报告到遮，等下咱有即个庆生会哦吼。请来起立吟上用诗歌，阳光归上帝上帝。阳光归圣父上帝，光圣也成是三位一体，早地体，爱地体，将来也永远地体，无穷无尽。阿门，阿门。请无所祝祷。咱做来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引带帮赞，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密倒来避会。咱用拍谱啊，老主，这时咱要来庆生会，1月份的寿车，请徛起来好无？为恁祝福祈祷，来1月份，了后要请林凤梅老师来分蜡烛，咱来唱生日快乐歌。来拍谱啊，嘿！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你，祝你生日。英语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等下好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好，咱请林凤梅老师来分蜡烛，代表来预备来。好，拍谱啊，咱来为着因祝福祈祷，感谢主上帝，伫新年的开始，阮1月份的寿车满有上帝你的恩典，上帝赐福因。互因伫生活、工作、健康、家庭、服侍主，拢满有你的恩典。互因伫生日的时，正亲人的庆祝中间，感恩的心伫你的面前。愿上帝施恩赐我每一个兄弟姊妹，也共款领受这款的祝福甲恩典。伫一年的脚步，拢有游得伫，有上帝恩典满伫因的身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搁一遍，咱真欢迎吼，咱的
何荣仁老师哦，经过阮阿东伫厝里静养，今仔日佫倒转来到教会，拍鼓励一下，来！哇，这才是上帝心者意志吼，感谢主。好，请坐。啊，因为咱荣仁老师吼，我迄阵吼看到伊啊，足激动啊，怎甲揽起来？但是我想讲，应该咱是甲讲述就好啊，吼啊。互伊较毋免避免到一寡有诶无诶感染安尼啦吼，啊，咱继续为伊祈祷，互伊安尼逐礼拜拢来到主诶面前吼。好，大家彼此请安，上帝听你，好不好？多谢多谢，时间无啥够，可能第二场。